为着增进偏乡学童喙孔保健，台南开基药房中关注偏乡国小齿科诊断医疗设备。教育局长郑新辉特别代表市长致情感谢状予开基药房中主委涂大松，并且表示，予每一位学生有健康的喙齿，是学校卫生保健重要的工作。除了平常时的学校教育，民间医疗资源的投入也真重要。那我讲就是我们的开基医王宫，在我们图书委的领导之下，那么在今年，那么即将就总捐捐出350万，那么其中管理委员会有340万，我们图书委自己私人也拿了10万，那么总共350万这样的大的金额，让我们台南市呢有10所的偏乡的学校，我们即将呢建置呢，那么牙医那么诊疗的椅子，同时呢腾出一个空间。把它布置得非常的可爱，大家对这个庙的一个信任，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资源。那这些资源如果用在这个方向，我们所有的全体的这种委员每一个人都感觉上与有荣焉。这摆捐赠总共有10间学校受惠，未来偏乡学童会当就近接受齿科医生的检查以及治疗。健保署南区业务组长林春美表示，真感谢开基药房中的热心公益，希望会当带动更较侪人共同合作，提升偏乡的医疗品质。台南新闻张硕伟、杨顺怀采访报道。